過關北上深圳消費、探親或者度假，已經係成千上萬香港人每逢週末同假期的日常習慣。但係最近深圳海關方面嘅檢查可以話係全面收緊，防線推到極之嚴密。如果你仲以為好似以前咁隨隨便便拎個手提袋、背個背囊就可以輕輕鬆鬆過關，咁你就大錯特錯啦。最近已經有唔少港人只係因為帶咗幾盒喺香港藥房隨手買到嘅日常感冒藥、止痛藥，甚至乎係阿爺阿嫲平時食開嘅安眠藥或者止咳水，喺羅湖、福田或者深圳灣過關嘅時候，直接被海關工作人員截停，帶入俗稱嘅小黑屋接受嚴格調查，甚至乎被指控涉及走私毒品罪或者非法攜帶管制藥品，面臨刑事拘留，甚至坐牢。你冇聽錯，真係直接當作走私毒品嚟處理。好多老人家同街坊被搜出嚟嘅時候，成個人嚇到心都跳埋，大呼冤枉，話呢啲藥喺香港藥房隨便買到，食咗10幾年，點會係毒品呢？但係執法部門係講法律、講規矩，唔知者唔代表無罪。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次過拆解深圳海關最近全面收緊執法嘅背後內幕，以及嗰4大極度容易踩雷嘅日常用品，特別係家中嘅阿爺阿嫲、長輩街坊，千祈切勿踩雷。聽完之後，記得即刻分享俾身邊嘅屋企人同朋友，以免一不小心抱憾終生。大家可能心裏面會有個疑問，點解近期深圳海關會突然間查得咁嚴？其實由2025年到2026年期間，深圳海關緝私局全面開展咗一系列嚴厲打擊走私嘅專項行動。單單係喺2025年一整年裏面，深圳海關就立案偵辦咗高達667宗各類走私犯罪案件，涉案總案值高達178億5千萬人民幣。其中光係打擊毒品走私嘅案件就佔咗282宗，繳獲各類毒品同埋麻精藥品高達1.1噸。大家試諗下，1.1噸係一個幾咁驚人嘅數字。正係因為有極少數不法分子利用跨境人員流動頻繁嘅特點，夾帶毒品同管制藥品過關，所以海關依家採取咗零容忍同埋精準打擊嘅策略。海關運用咗大數據、高科技掃描儀器，配合現場工作人員嘅敏銳觀察，基本上任何違禁品都難逃法網。但係亦都正係因為呢種全面嚴查，好多根本冇任何犯罪意圖，只係純粹想帶點自用物品過關嘅普通市民同埋老人家，因為唔清楚內地嘅法律法規，結果誤入歧途，撞正槍口。首先要同大家重點拆解嘅第一個，亦係最致命嘅大雷區，就係日常隨身藥物。呢個亦都係最多港人，特別係阿爺阿嫲最容易出事嘅地方。好多香港人有一個習慣，覺得香港嘅藥房買藥方便，質素有保證，所以平時有啲感冒、發燒、頭痛、關節痛或者長期失眠，都會去藥房買定幾盒藥放喺屋企，甚至過關去深圳玩或者回鄉探親嗰陣，順手放幾盒喺手袋備用。然而，大家知唔知道喺香港屬於普通成藥或者處方藥嘅產品，只要裏面含有某幾種特定成分，喺內地法律制度下就係被嚴格管制嘅第一類或者第二類精神藥品，甚至喺法律定義上直接等同於毒品。最常見嘅第一種成分就係可待因。相信大家對香港藥房常見嘅各款止咳水、佩夫人止咳露、強效止痛藥或者含有可待因成分嘅複方感冒藥都唔會陌生。喺香港，可能你咳嗽得厲害，去藥房跟藥劑師講兩句，或者睇完醫生，醫生就會開一瓶止咳水俾你。但係喺內地，可待因係屬於國家嚴格管制嘅精神藥品。如果個人非法攜帶大量含有可待因成分嘅止咳水或者藥丸入境，又提供唔出合法的醫生處方同醫療證明，海關工作人員就會依法認定你涉嫌走私管制精神藥品。一旦數量達到一定程度，或者被懷疑係用於販賣或者轉手，執法部門係可以直接以走私毒品罪嚟立案調查同起訴。在內地，走私毒品係極之嚴重的刑事罪行，輕則拘留判刑，重則可能要面對幾年甚至更長時間嘅監獄生涯。曾經就有個真實案例，一位70多歲嘅陳伯，
因為長期有慢性支氣管炎同咳嗽，平時喺香港睇開醫生，醫生幫佢開咗幾支複方可待，因止咳水。陳伯準備回鄉下探親1個月，想住帶多2、3支止咳水喺身邊慢慢飲。點知喺深圳灣口岸過關嘅時候，被海關工作人員檢查行李，發現佢行李箱裏面裝住3支未拆封嘅止咳水。海關人員要求陳伯出示醫生證明同處方，但係陳伯覺得呢啲只係普通咳嗽藥，平時過關都冇人查，所以根本冇隨身帶醫生證明。甚至連香港醫院嘅覆診紙都留咗喺屋企，結果陳伯當場被海關扣留，被帶落小黑屋做筆錄調查。雖然陳伯連聲解釋自己70幾歲老人家買藥只係留嚟自己飲，絕無販毒意圖，但係因為無法即時提供符合規範嘅醫療證明，整整被扣留調查咗10幾個鐘頭，嚇到老人家血壓飆升，最後仲要屋企人緊急喺香港按醫生補開證明、翻譯並辦理手續，折騰咗幾日幾夜先至化險為夷。除咗可待因之外，第二種極度危險嘅成分就係麻黃鹼同埋偽麻黃鹼。呢2種成分喺香港嘅各類感冒特效藥、鼻塞藥、通鼻塞噴劑裏面非常普遍。因為麻黃鹼可以有效舒緩鼻塞同感冒症狀，所以好多市面上嘅知名感冒成藥都含有呢種成分。但係大家要明白，麻黃鹼喺化學結構上係製造新型毒品冰毒嘅重要前體原料，因此內地對含有麻黃鹼類成分嘅複方製劑管制得非常嚴格。如果你隨身帶1、2盒自用，可能海關會視乎情況檢查，但係如果你幫朋友代購，或者以為內地感冒藥貴，一口氣喺香港藥房買咗10幾盒甚至幾10盒帶過關，海關工作人員一搜出嚟，就會懷疑你係咪意圖提煉毒品或者非法販賣。一旦數量超標，性質就即時由普通違規升格為涉嫌刑事犯罪。第3種常見嘅危險藥物係阿爺阿嫲、長輩街坊最容易忽視嘅安眠藥同抗焦慮藥物。好多老人家年紀大，睡眠質素差，喺香港睇醫生或者去藥房會買到例如安樂臣、眠樂樂、地西泮、阿普唑崙或者曲馬多呢類鎮靜止痛藥。呢啲藥物喺內地全部屬於第1類或者第2類精神藥品。內地法律麻醉藥品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第44條明文規定，因治療疾病需要，個人憑醫療機構出具嘅醫療診斷書同本人身份證明，可以攜帶單張處方最大用量以內嘅麻醉藥品同第1類精神藥品過境，海關會根據自用合理數量嘅原則嚟審核放行。意思即係話，你攜帶呢啲藥物過關，前提係必須要有3大要素：第一，必須係醫生開嘅正規處方；第2，必須有醫療機構嘅診斷證明書；第3，數量必須限制喺合理嘅自用範圍之內，通常係幾日到最多1個月嘅用量。如果你冇處方、冇醫生證明，或者一口氣帶咗半年甚至1年的藥量過關，海關一律會視為非法攜帶管制藥品入境，輕則沒收藥物同罰款，重則直接移交緝私局甚至公安機關做進一步刑事調查。仲有一種最近幾年喺外國同香港開始流行嘅成分，叫大麻二酚 CBD， 大家一定要打18分精神。喺香港，政府已經喺2023年正式將 CBD 列為危險毒品，進行全面管制。而喺內地，對大麻類物質嘅管制更加係達到極致嘅嚴格。無論係含有 CBD 嘅精油、軟糖、護膚品、安眠護理品，定係各類大麻衍生產品，喺內地全部都被視為毒品。如果你從海外或者某些途徑無意中獲得含有 CBD 成分嘅產品，並將佢帶過深圳口岸，一旦被海關緝私犬或者掃描而發現，執法部門會100%直接當作走私毒品罪處理。呢個絕對唔係開玩笑，係會即時逮捕並面臨嚴厲刑罰嘅。講完第1大雷區嘅日常藥物之後，我哋再嚟睇下第2大港人極易踩雷嘅日常用品類別：食品、肉類同海味滋補品。好多香港人去深圳或者從深圳返香港，甚至係港人回鄉探親，都好鍾意帶啲好食嘅嘢
或者名貴食材，特別係逢年過節，或者屋企有老人家生日，大家總想買啲海味、燕窩、鮑參翅肚或者生鮮肉類帶過去送給親戚朋友。但係大家可能忽略咗，國家喺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裏面有非常嚴格嘅規定，目的係為了防止海外或者外來嘅動物疫情、植物病蟲害傳入內地，保障國家嘅農業同生態安全。大家一定要記住，所有生肉類、熟肉類、水產品、鮮奶、新鮮水果同蔬菜，喺未經國家檢疫部門特別批准嘅情況下，係一律禁止私自攜帶過關入境嘅。好多阿爺阿嫲平時去街市買開嘢，覺得香港嘅凍肉質素好，或者去燒臘店買咗半隻燒鵝、一斤叉燒，想住帶返內地鄉下同親戚分享，點知喺過關檢查嘅時候，被 X 光機一照，手提袋裏面嘅燒鵝叉燒即時無所遁形，海關人員會當場予以截留，並作銷毀或者退回處理。如果帶嘅數量比較大，或者態度不配合，仲可能會被處以最高高達5000元人民幣嘅行政罰款。更加嚴重嘅係名貴嘅海味同滋補品，例如燕窩、罐頭、裝燕窩除外，花膠、海參、鮑魚、乾貝、冬蟲夏草等等。好多人以為我買咗幾斤花膠海參係用嚟孝敬內地嘅老人家，又唔係拎去賣，點解唔得？大家要明白，海參、花膠、乾鮑呢類屬於水生動物產品或者乾貨，未經檢疫嘅話，海關係一律禁止攜帶入境嘅。曾經有一位張太太喺香港名貴海味鋪買咗價值幾萬元人民幣嘅特級海參同花膠，準備帶回深圳送給長輩，結果喺福田口岸被海關查獲，因為無法提供動植物檢疫證明同海關申報單，整批價值幾萬蚊嘅海味當場被海關依法扣押。張太太喺現場哭天搶地，話呢啲係自己辛苦錢買嚟孝敬父母嘅，但係執法如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終唔單止海味被沒收，仲因為涉嫌違反動植物檢疫法被依法立案處罰。另外，仲有一種中藥材同滋補品係極度危險嘅，就係含有瀕危野生動植物成分嘅中藥或者品，例如含有麝香、熊膽、虎骨、羚羊角、大霧、沉香等等成分嘅中成藥或者藥材。內地係野生動物保護法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CITES 嘅嚴格執行國。如果你攜帶嘅中藥材或者滋補品裏面含有呢啲受保護物種嘅成分，就算你係喺正規藥房買嘅中成藥，只要冇國家合法嘅進出口允許持有證明，一經查獲，就不單止係沒收罰款咁簡單，而係會被追究走私珍貴動物及其製品罪。呢個罪名在內地刑法裏面係非常重嘅罪，刑期由幾年起步。所以大家喺買中藥或者滋補品俾阿爺阿嫲嘅時候，一定要仔細睇清楚成分表，凡係寫住含有野生瀕危成分嘅，千祈唔好帶過關。接落嚟，我哋講下第三大港人經常隨身攜帶，但又極易觸犯海關法例嘅日常用品、電子產品、行動電源、充電寶以及現金與貴金屬。先講講大家每日手不離身嘅行動電源、充電寶。依家無論係年輕人定係老人家，出門口玩一日，手機好容易冇電，所以袋裏面放一兩個充電寶係好自然嘅事。但係大家知唔知道，深圳海關同埋邊檢部門對行動電源嘅攜帶標準有非常嚴格嘅安全規定。首先，所有帶過關嘅行動電源額定能量必須喺100瓦時、100瓦時以下。如果換算成大家常見嘅毫安培 mAh，喺5伏特電壓下，大概就係2萬毫安培20000 mAh左右。如果超過100瓦時，但未超過160瓦時，160瓦時必須獲得海關同相關部門嘅特別許可。而如果超過160瓦時，或者係完全冇清晰標注容量，標籤模糊不清，甚至係街邊買嘅無牌三無產品，海關人員喺安檢嘅時候發現，係會一律強制沒收，或者要求你即場丟棄嘅。好多老人家或者街坊喺香港夜市或者平價小店買咗些便宜嘅充電寶，外殼上連任何文字同容量標籤都冇，過關嗰陣
X 光機一照到，安檢人員拎出嚟睇，發現係三無產品，就會即刻攔截。有啲老人家覺得可惜，喺現場同安檢人員爭執，結果不單止浪費時間，如果情緒過於激動或者阻礙執法，仲有可能被邊檢人員以擾亂口岸秩序為由進行行政拘留。所以大家一定要檢查下屋企阿爺阿嫲個背囊，睇下佢哋用緊嘅充電寶係咪正規牌子，標籤係咪清晰，千祈唔好帶啲無牌或者超大容量嘅充電寶過關。除了充電寶之外，另一個電子產品嘅重災區就係舊手機、手提電腦同二手電子零件。好多港人好心，覺得自己換咗新 iPhone， 舊嗰兩三部 iPhone 仲好新淨，想住帶回內地送給鄉下嘅親戚或者小朋友用，又或者幫朋友帶一兩部電腦。但係喺海關眼中，如果你一個人隨身攜帶幾部未封盒嘅新手機，或者4、5部二手手機過關，而你又行普通無申報通道、綠色通道，海關工作人員就會即時判定你係涉嫌水客走私或者非法帶貨。大家要明白，海關每日都要應付大量嘅走私水客。如果每個人都話呢幾部手機係我帶俾親戚嘅，海關係無法逐一去查證嘅。因此海關嘅執行標準係超出合理自用數量嘅電子產品，一律必須行申報通道、紅色通道，主動申報並繳納相應嘅進口稅。如果你隱瞞不報，行綠色通道被查獲，就會被認定為走私行為，不單止要補繳稅款，仲要面臨高額罰款。手機亦有可能被沒收。講到現金同貴金屬，呢個亦係好多老人家最容易踩雷嘅地方。好多阿爺阿嫲習慣用現金，覺得去內地探親或者睇醫生，隨身帶幾萬蚊人民幣或者港幣現金先有安全感。但係大家一定要記住，內地海關對現金攜帶嘅法定限額，根據現行規定，入境中國內地，每人每次隨身攜帶嘅人民幣現鈔限額係2萬元人民幣。如果你帶嘅係外幣，例如港幣、美元等，折合超過5000美元，大約4萬港幣嘅，就必須喺過關嘅時候向海關進行書面申報。如果你攜帶超過2萬元人民幣或者超過5000美元等值港幣，又冇向海關申報，被查獲之後，超出限額嘅部分會被海關暫扣，並根據情節輕重處以相應嘅行政罰款。更加需要注意嘅係金條同黃金首飾。最近幾年，黃金價格一路飆升，好多港人喜歡喺香港嘅金行買金條、金餅或者重型嘅金飾帶回內地保值或者送禮。大家記住，國家對黃金及其製品進出境係實行嚴格配額同許可證管理嘅。個人攜帶黃金及其製品入境，如果數量超過合理自用範圍，通常價值在幾千元人民幣以上，或者重量較大，必須向海關申報。如果你帶住幾十克甚至幾百克嘅金條，企圖不申報直接過關，海關一經查獲，會直接視為走私貴金屬，輕則重罰補稅，重則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最後我哋嚟講下第4大日常用品：雷驅、煙酒產品、電子煙以及含有特定限制成分嘅日用品。先講講香煙同酒精飲料。好多港人過關中意喺免稅店買包煙或者買瓶酒帶過關。內地海關對香煙同酒類嘅免稅攜帶數量係有極之明確嘅規定嘅。對於香港、澳門地區嘅居民，每日往返嘅情況下，免稅攜帶香煙嘅上限係200支，即係一條香煙。酒類酒精濃度12度以上嘅上限係一瓶750毫升以下。如果你一口氣帶咗2、3條煙或者幾瓶烈酒過關，又行綠色無申報通道，被海關截獲之後，超出嘅部分會被沒收，並處以罰款。特別要提醒嘅係，返香港嘅時候，香港海關嘅規定更加嚴格。入境香港，每人只可以免稅帶19支香煙，連一包都未夠。好多阿爺阿嫲以為兩邊海關規定一樣，喺深圳買咗幾包煙返香港，結果喺香港口岸被海關搜出，當場被開出高達幾千港幣嘅定額罰款通知書，真係賠咗夫人又折兵。更加致命嘅係電子煙，大家一定要極度提高警惕。內地已經全面實施咗電子煙管理辦法，對電子煙嘅生產、銷售同
同進出口進行嚴格監管，特別係含有水果味、甜味等非煙草風味嘅電子煙，喺內地係全面禁止銷售嘅。更為嚴重嘅係，外國或者某些地區嘅電子煙油裏面，可能含有上面提到嘅 CBD 大麻二酚或者其他管制麻醉成分。如果你帶住含有呢類成分嘅電子煙過關，海關緝私部門會即時以走私毒品罪將你拘捕。喺過去1年裏面，深圳海關就查獲咗多宗利用電子煙煙彈夾帶毒品入境嘅案件，涉案人員全部被依法刑事拘留並移送起訴。所以大家無論如何，千祈唔好幫人帶電子煙或者煙油過關。自己有吸電子煙習慣嘅，過關前亦最好清空背囊，以免自招麻煩。除了煙酒，仲有一類日常用品，大家都好容易忽略，就係各類高檔化妝品、名牌手袋同奢侈品。好多港人去深圳或者香港買名牌手袋、高檔護膚品送給親友，如果全身未拆封，連同發票、包裝盒整整齊齊咁放喺行李箱裏面，帶咗3、4套或者幾個名牌包過關，海關工作人員一睇就會認定呢啲係具有商業價值嘅貨物，而非個人合理自用物品。根據海關法，個人攜帶進境嘅行李物品應當以自用合理數量為限。如果你攜帶嘅物品超出咗自用合理數量，又冇主動行紅色通道申報交稅，就會被認定為逃稅走私。曾經就有個年輕女士帶咗3個未拆封嘅名牌手袋同埋10多套高檔護膚品過關，被福田海關截查，最後被認定逃避關稅幾萬元人民幣，被海關緝私局正式立案偵查。不單止物品被扣押，仲要面臨巨額罰款同個人信用受損嘅嚴重後果。講咗咁多雷區同真實個案，相信大家聽完之後都覺得心驚膽戰，甚至會問：那我平時如果要帶老人家嘅長期病患藥物，或者帶啲日常用品過關，到底應該點樣做先至係合法安全？點樣先可以避免被海關誤會甚至扣留？大家唔使驚，執法部門嘅目的係打擊犯罪，絕對唔會無理難為合法守法嘅普通市民。只要大家掌握以下呢套安全過關指南，跟住步驟做，就可以做到百發百中，平平安安過關。第一步，個人長期病患藥物嘅正確帶法。如果家裏嘅阿爺、阿嫲或者你自己因為身體原因需要長期服用某些處方藥物，例如鎮靜劑、止痛藥、降血壓藥、精神類藥物等，喺過關嘅時候必須確保做到以下3點。第一，藥物必須保留原廠包裝同標籤，切勿將藥丸拆散，裝喺無標籤嘅藥盒裏面。原廠包裝上有清晰嘅藥名、成分同劑量，方便海關人員即時查驗。第二，必須隨身攜帶香港正規醫療機構或醫生出具嘅診斷證明書、處方正本以及覆診紙。證明書上必須清晰寫明患者姓名，必須與過關證件一致，診斷病因以及醫生建議嘅服藥劑量同天數。第三，攜帶嘅藥量必須嚴格控制喺合理自用範圍之內，一般建議攜帶不超過7日至最多30日嘅日常用量。如果你一口氣帶咗半年甚至1年的藥量，就算你有醫生證明，海關亦有權質疑你嘅自用合理性。如果真係需要喺內地長期居住，正確做法係喺內地正規醫院覆診，並由內地醫生開藥。第二步，善用海關申報通道。紅色通道，好多港人過關有一個誤區，覺得行紅色通道、申報通道好麻煩，或者行紅色通道就代表自己犯咗錯。其實大錯特錯，海關設立綠色通道、無申報通道同紅色通道申報通道，正正係俾市民自主選擇嘅合法途徑。如果你不確定自己攜帶嘅物品，例如藥物、現金、電子產品、名貴禮品，係咪超出限額，或者係咪屬於管制範圍，最聰明、最安全嘅做法就係直接行紅色申報通道，向現場海關工作人員主動申報並出示物品。大家要記住一個法律原則，只要你主動申報，就算你帶嘅物品超標或者屬於受限物品，最壞嘅結果亦只係退運，要求你帶返香港，或者補繳稅款，絕對唔會被認定為走私或者隱瞞不報嘅違法犯罪。相反，如果你明知物品可能超標，仲心存僥倖行綠色通道，
一旦被海關安檢人員搜出嚟，性質就即時變成隱瞞、逃稅甚至走私，兩者嘅法律效果完全係天壤之別。第三步，如果真係不幸被海關截查，應該點樣冷靜應對？萬一喺過關嘅時候，安檢工作人員指住你個袋，要求你入小黑屋接受進一步檢查，大家切記要保持冷靜，千祈唔好驚慌，更加唔好喺現場大吵大鬧，或者試圖阻礙海關人員執法。正確嘅應對態度係：第一，全程配合海關人員嘅指示，禮貌並清晰咁回答問題；第二，如果涉及藥物，即時拿出準備好嘅醫生診斷證明同處方，向海關人員說明自己係老人家或者病人，藥物純粹係自用治療，絕無其他意圖。第三，如果自己確實唔清楚內地法律，要坦誠向執法人員解釋，表明自己係無心之失，並願意完全配合海關嘅處置，例如同意辦理退運或者依法補稅。絕大多數情況下，海關執法人員喺查明事實，確認你冇犯罪故意同走私意圖之後，都會給予合情合理嘅處理。最後，我想同各位身為子女或者年輕一代嘅朋友講幾句心裏話。家中嘅阿爺阿嫲、老人家，佢哋年紀大，資訊相對閉塞，平時未必會上網睇海關嘅最新通告或者法律法規。佢哋好多時只係出於一片好心，想帶點香港買嘅藥俾內地嘅老朋友，或者帶點好食嘅嘢俾鄉下嘅孫仔孫女，根本完全唔知道自己嘅行為可能已經觸犯咗嚴厲嘅法律。作為晚輩，我哋有責任亦有義務喺老人家每次準備過關北上之前，幫佢哋認真檢查一下背囊同行李箱，睇下裏面有冇帶錯止咳水、止痛藥、安眠藥，睇下有冇帶生肉、花膠、海參，睇下充電寶係咪正規牌子，睇下隨身帶嘅現金有冇超標。一個小小嘅提醒，一次幾分鐘嘅檢查就可以幫老人家避免一場無謂嘅官非同驚嚇，等佢哋可以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咁過關探親同度假。希望今日呢篇詳細嘅過關安全分析同真實法規拆解，可以真正幫到大家。大家聽完之後，如果覺得內容有用，記得即刻轉發俾身邊嘅親朋好友，特別係家中嘅長輩同各個 WhatsApp 街坊群組，多一個人睇到，就少一個人踩雷。祝大家每一次過關都順順利利、平平安安。